用背脊唱情歌，湯令山與姜濤，自戀的兩種形態。湯令山嘅新歌用背脊唱情歌最近就洗版，批評同吹捧都係不得要領。其實，要明白湯令山，必須要先清楚一樣嘢，就係湯令山其實同姜濤一樣，都係一個自戀狂。不過，有趣嘅係，同姜 B 包到實唔同，湯令山係一個露體狂。佢哋構成咗自戀的兩種極端形態，相當有趣。點解湯令山一開始要露體？呢一點有研究開就心領神會。千祈唔好以為佢全身赤裸係因為歌詞提及全裸，其實係勁浪漫超溫馨。呢首歌裏面，Fuckboy湯令山的意淫幽默已經表露無遺。喺呢度，我要爆一個秘密，其實冇乜人知道。湯令山首勁浪漫超溫馨其實係一首淫歌，但淫得好有深度。黃偉文嘅填詞功力就在於佢淫完你都唔知，個個淨係記得銀行存款等於零，窮撚點談情？咁窮撚點談情呢？其實嘅係做愛。呢首歌湯令山自己作嘅英文詞係非常露骨，黃偉文係中文裏面當然冇可能咁寫，但都有一句唔使點着衫，床鋪碌一日。所以黃偉文係非常之聰明咁將 Fuckboy 湯令山嘅意淫嘅掩飾又有延續。最勁嘅係，佢用貧窮去包裝浪漫，呃到後生仔之餘，仲有一個好深嘅哲學內涵，就係諷刺中國人貧窮先生咁多仔，因為做愛就係窮人的免費娛樂。咁講返湯令山今次露背，其實 physically 冇乜值得驚奇。雖然好明顯佢有做 gym， 但未至於健碩到可以拿來 show， 拿來展示，所以話佢更多係一個自戀狂的夾硬裸露，多過出於藝術的 authenticity。近年來，香港娛樂圈似乎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，特別是在多樣性、平等與包容的價值觀逐漸滲透的情況下，傳統的審美標準和男性形象開始被重新定義。這種轉變在湯令山與姜濤等藝人的表現上尤為顯著，他們的自信與自我展現方式，與過去80、90年代男明星形象形成鮮明對比。這一現象不僅反映了時代的變遷，也揭示了個人自信與周邊環境之間的微妙關係。首先，湯令山的案例頗具代表性。作為一位外貌平凡、身材矮小的藝人，他卻以 Fuckboy 鮮肉男孩的形象活躍於娛樂圈多年，甚至不懼裸露上身，甚至暗示全身赤裸，這一點確實引人注目。這種自信的來源，或許與香港進入的娛樂時代有關。在這個時代，審美不再單一地追求傳統的陽剛之氣或健碩身材，而是開始接納多元的身體形象。湯令山周圍缺乏大量強壯的男子漢競爭者，可能讓他感到自己的外形在當下環境中並不突出，反而成為一種獨特的個人標誌。相比之下，若置身於80、90年代，那個功夫武打片盛行的黃金時期，肌肉發達的陳浩南式偶像主導市場，湯令山的自信可能難以建立。這種基於時代背景的自戀與身體自信，成為一種有趣的社會現象，反映了審美標準的轉移如何賦予藝人新的舞台。類似的邏輯也適用於姜濤，姜濤常以跳舞為賣點，展現出十足的自信，儘管他的舞技在專業評價中並不突出，這或許源於他所處的環境，周圍缺乏真正的頂尖舞者競爭，使他相對的表現顯得足夠好。在缺乏對比的情況下，姜濤的自信可能被放大，成為一種自我認可的結果。這種現象與湯令山的案例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當周邊環境無法提供強烈的對比或壓力時，個體更容易發展出對自身能力的過高評價。講返用背脊唱情歌，好多人話黃偉文填詞好似姜 B 咁，越來越求其拿西。其實任何一個填詞大宗師，例如黃霑、林夕、盧國沾，填詞幾千首，
數得出100首經典已經好勁，有濫竽充數的作品絕不出奇，而黃偉文的聰明和功能，亦絕對無需懷疑。不過，他會有爛作品，甚至犯一些很低級的錯誤，亦絕不需要意外。這裏僅作趣味提一提，在 KKBOX 的記錄，遮醜的布就別來錄破，我相信佢係想寫戳破，湯令山就索性唱成篤破，黃偉文會唔會唔識分錄破同戳破呢？其實一啲都唔出奇，因為中文實在係博大精深。如果你問我，這首歌寫成點，我會話這是一首遊戲之作，要深入去探究係搞笑嘅。有人煞有介事話寫得情真意切，這是非常諷刺，非常可笑，用背脊唱情歌。如果係情真意切，當然可以寫得好啲，不過依首詞就太過表演性，最後甚至情緒勒索，失去你唯有等歌迷去喜歡我，將悲情化為對歌迷呵返的乞討，真是太過廉價，太過低級，太過計算，同埋依啲詞寫到咁直路，完全對照現實來寫，冇空間，冇留白，太過膚淺，太過直路，一如湯令山的顯山露水，都係俾自己有自嗨的作品，唔會係引發廣泛共鳴的經典。